各位 Hello，我係主持人刺身我隔籬嘅係大師兄。係你好啊。我哋喺頭幾個月同各位介紹咗斷捨離系列主題，講到由唔需要嘅物品到有毒嘅人際關係，再到人際關係裏面嘅互相尊重啦。我哋今個月嘅4月4號嘅清明節，就同各位探討下斷捨離嘅唔同面向，生離死別。生離死別咧，其實聽落都好沉重喎。其實身邊啦，啲親朋好友啦，我諗好多人都有經歷過。有時咧，真係唔知點樣去安慰對方嘅。又或者睇到咗電視或者報紙嗰陣時啦，見到有啲世界各地嘅天災人禍啦，或者係有啲即係名人離婚啦，或者係一啲意外身亡啊，或者係病逝啦，甚至係一啲自殺嘅報道嘅時候啦，都可能會有呢種感覺。係啊，生離死別確實係好常見，就正如生老病死係我哋人生必經階段，我哋冇辦法避免會經歷到重要嘅人離開而出現失落嘅情緒。對生者嚟講，逝者嘅遺物就好似睹物思人咁樣，遺物就承載住陰陽相隔嘅關係連結。有啲喪親者咧就會諗，想一路保持住遺物原本擺放嘅位置，即係好似間房咁樣，就完全唔喐佢啦。亦有啲喪親者就可能好忌諱抗拒咁面對哀傷，會直接掉晒所有同逝者有關嘅嘢，甚至搬屋。哇，咁其實聽落啦，似乎每一個人當面對緊生離死別同哀傷時候嘅反應咧，都好唔一樣。係啊，咁反應唔同就都要睇翻生者同埋逝者嘅關係，即係親疏遠近啦。我哋嘅社會文化、我哋嘅個性同埋平時係點樣相處，我哋點樣理解嗰個生死議題，點樣面對死亡嘅態度咧，都會影響住唔同嘅哀傷反應嘅。同埋咧，唔係個個人啦，都可以用一個開放嘅態度啦，去認識啦、接納哀傷同死亡嘅一啲議題嘅。即係我都見過有啲長輩啦，或者親戚啦，好避忌提到死亡相關嘅嘢嘅。舉例啦，好似農曆新年咁啦，長輩係最驚一啲親戚咧講個死字嘅，連個諧音都介意嘅。例如派利是啦，一定要係雙數啦、齊頭數啦，唔可以封400蚊啦，因為有諧音啊嘛，個4字係啦。回禮啦都唔可以有零頭1蚊啦，因為會變咗就好似喪事咁啊嘛，分分鐘俾人提前開年添。係噶，都真係出席喪事嗰陣，我哋文化就會話要同人哋講節哀順變，但其實咧，節哀順變嘅意思係抑制悲哀，順應變故。咁喺心理學嚟講咧，其實係前後矛盾嘅，因為哀傷情緒越係抑制咧，反而會越增強哀傷嘅情緒。咁仲點做到順應變故咧？呢個節哀順變個個都識講，但又唔係個個都知係咩意思，同埋會產生點樣嘅影響。即係由呢啲常見嘅文化習俗裏面咧，可以感受到我哋華人傳統文化其實幾咁壓抑、忌諱死亡同哀傷議題，即係好似避而不談唔講，我哋嘅生命裏面就唔會出現生離死別咁咯。其實對哀傷啦同埋死亡避而不談啦，似乎對我哋嘅精神健康咧係冇咩幫助，甚至會有啲好似阻礙咗我哋去過度哀傷狀態添。冇錯，但係有啲情況下咧，哀傷係被壓抑，難以言喻，係好難釋放到嘅，即係好難咁樣獲得接納同埋支持。即係涉及自殺啦、第三者、犯法、流產、愛滋病、性病、性別議題等等其實有好多都好難講出口。就好似近年好熱門嘅一套香港電影《破地獄》，咁裏面其中一幕就係逝者嘅合法丈夫阿白子做嘅，佢就唔俾逝者嘅生前即係應該係同性伴侶啦，就出席嗰個喪禮同埋瞻仰遺容。對於同逝者關係好深嘅生者，即係嗰個疑似同性伴侶嚟講咧，係被禁止合理咁樣
一齊參加呢一個喪禮儀式哀悼，同埋見最後一面。咁佢嗰個哀傷就可能需要更加漫長嘅時間先可以度過到，去重建生活。其實而家咧喺美國嘅精神醫學會啦，佢喺2022年嘅3月啦，已經將喪親之痛啦列咗入去咧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入邊啦。咁其實同埋佢有一個正式嘅命名啦，叫做延續性哀傷。其實即係咧持續性嘅同埋過度延長嘅哀傷狀態啦。其實根據個學會啦講啦，其實延續性嘅哀傷咧，其實最容易嘅發生係即係至親啦，突然間同埋非自然嘅死亡狀況下啦，例如自殺啦、謀殺、暴斃或者係意外死亡等啦。其實部分嘅一啲符合診斷延續性哀傷嘅患者啦，亦都有可能會出現一啲自殺嘅想法啦，或者係一啲行動嘅。係啊。咁我都聽過有啲人對延續性哀傷呢個診斷係有唔同嘅睇法，就覺得喪親之痛唔係一件好正常嘅事嚟嘅咩？咁點解要列佢入精神疾病呢？確實每個人嘅哀悼期、節奏同埋方式都唔太一樣。咁一般嚟講啦，咁喪親之痛帶嚟嘅哀傷情緒咧，係一件好正常同埋無法避免嘅事。對於大部分人嚟講咧，半年內幾乎可以走過哀傷，重新建立生活重心同埋適應生活嘅。就正如先前提到啦，每個人面對生離死別嘅反應都唔一樣嘅。咁啊，要睇翻個性啊、關係啊，咁逝者點樣離開呢個世界，預期定係非預期嘅死亡，社會文化等等好多種因素影響嘅。當超過半年都無法走過哀傷嘅話咧，就有可能影響到精神健康啦。咁就例如可能會有啲精神疾病病發啦，又或者係本身有情緒病嘅患病史嘅，咁啊有可能會復發。最顯著又可能會持續睡眠困難，冇辦法生活自理，返唔到工，甚至出現咗自殺想法、危機等等嘅。咁呢啲狀況咧，咁啊必須要盡快尋求精神科同埋社會服務嘅協助啦，即係避免患呢個延續性哀傷或者係個狀況更加惡化咁樣咯。原來係咁。啱先聽你咁樣講咧，其實我都清晰咗好多。其實相信咧，對喪親者嚟講啦，如果可以得到咧身邊嘅人啦嘅支持同理解，或者可以啦冇咁難受，同埋可以更順利咁度過呢段哀傷嘅時間。如果當我哋啦遇到身邊嘅人啦喪親嘅時候啦，除咗少講一啲啦，啱啱提到過嘅節哀順變啦，或者係睇開啲呢啲即係冇意義嘅說話以外啦，其實有啲乜嘢可以做到陪伴同安慰嘅效果咧？咁當我哋見到身邊人經歷喪親之痛，我哋都會希望可以安慰到對方，盡己所能咁樣去提供協助。咁啊，同時我哋亦都會因為見到、感受到對方嘅悲痛而難過，心裏面好想幫，但係又覺得好似無能為力咁樣，甚至自己都會好難受，都會有一種抗拒嘅感覺。或者節哀順變，睇開啲呢啲貌似睇落係安慰對方嘅說話，就係咁樣嚟啦。咁其實喪親者需要嘅陪伴安慰係情緒被接納、被聆聽、理解。所以我哋喺陪伴之前，首先要考慮嘅，我哋同身邊人死者嘅關係，仲有我哋自己嘅心理狀態係咪適合先？即係我哋情緒煩躁、焦慮嗰陣，其實係好難靜落嚟，耐心陪伴支持喪親者。咁喺陪伴喪親者嘅時候啦，其實有冇一啲嘢係需要特別去注意嘅？例如非批判性嘅耐心聆聽啦，咁非批判性嘅意思就係唔需要去對事情、人事物啦咁做好壞對錯嘅一個評價嘅，咁就淨係專心咁聽。咁放低要改變對方嘅悲傷狀態呢個期望先，允許自己都可以有無力感，同時亦都要允許對方表達對死者嘅思念同埋不捨。佢有可能會重複咁講一啲相關嘅往事啊、回憶啊，咁我哋都需要有一個耐性同埋肯定對方嘅悲傷情緒。如果我哋認識逝者，
咁可以分享自己對逝者嘅一啲欣賞嘅地方，同埋表達逝者同埋家屬之間嘅愛等等啦咁嘅。哇，咁其實真係都聽到意猶未盡啊！咁我都知啦，其實新理咧，其實有準備到啦，後續咧喺7月嘅時候咧，會舉行一個活在我心裏生死鬥工作坊啦。咁大家都可以後續留意下我哋生命熱線嘅 Facebook page 啦，可以去報名參加嘅。咁個日期咧就會係7月5號嘅夜晚7點半到9點嘅，係啦。咁啊，到時大家再留意我哋活動資訊啦。歡迎各位參加，咁我哋就分享到呢度啦。拜拜。拜拜。